位于桂林国公街真无遐捌的路上所成立的新长者日间照顾机构，不过因的服务却真无简单，因为每一天社工甲照顾人员都要准备餐点，也安排各种无同的训练课程，甚至是针对每一位学员个别化完整的服务计划。以狱中来讲，莫看伊依照服务员的引导动作也真熟练。其实原本厝内人讲啥物，伊拢未配合，也是医学上所认定的固着行为，互家长相当头疼。毋过伫遮无够2档的训练，进步成长的幅度，互身为老爸文化里长相当感动。互阮家长最大的感想就是讲改变非常多。因为较早伫厝若你甲叫吼，拢不理不睬，拢袂甲你应。即卖甲叫会甲咱应。啊，若叫伊创啥物代志吼，较早有拢毋甲你用就对啦。即卖啦吼，若叫伊创啥货拢会去做。吼，伫遮住来遮了后，互阮家长的感想就是讲进步真正非常大。因为因遮因遮迄个社工，吼，啊是讲因的助工，啊是因的社服，因内底工作人员吼，真正足耐心、足用心伫为遮囡仔。除了狱中的成长值得分享，也有脑性麻痹的母亲伫不断训练加强骹腿的肌肉力量以后，嘛对原本拢翘骨，现在腰已经会当徛直，相对嘛较自信。让他们能够逐渐的去适应社区的生活，那他们能力有办法逐渐的去提升。那但我们不能够说硬性要求说，他们一定能够跟我们一般社区大众都一模一样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努力应该是要被看见的。开始机构主要互个案伫社区当中提升生活技能甲自我价值以外，嘛希望摆脱一般人对因的刻板印象，甚至要替这群新长者争取梦想成真的计划，毋忘遇到更较侪社会支持的力量。每一个人一点点的爱心，都能够汇集成守护他们最坚强的后盾跟力量。其实他们的梦想并不大，也很渺小，但是用我们的心力，也能够支持他们完成他们心目中的愿望。来，热火太阳花，再来新闻，军旗彩虹报道。